各位先贤大家好哦，然后要来学千字文的，等来听看卖咧哦。拄也学过三字经，三字经读的时阵啊，读过三字经哦，若千字文哦，好，这4个字的你，哟，那真长咧。若喙角该食茶咧啊，哦，咱要来学习的，有要听的就咱来听哦，好。谢谢啊，感恩哦，可以当坐哦。千字文，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，日月星座，神秀烈中，寒来暑往，秋收冬藏，润于生水。日如朝阳，云顶地雾，罗结为霜。金星丽水，玉出群光。剑河古法，珠青夜光。各丁利内，财中介中。海含河淡，林占有常，良书好地，鸟观人行。书史济文字，乃福吉祥。推诿用果，有无得道。吊民发罪，就法上通。这条文道，随供并将，爱欲利手，神福阳强。阿弥一体，率兵归王。明风在中，别区实中。化皮科目，来集万方。盖处心法，四大五常。将为局长，体感非常。女无尽力，男后在良。知个得解，令一灵茫茫。妄斗谈悲短，微事机重。心事可好，气欲难量。灭彼是染，施展高扬。经行为贤，刻念作成。一见明理，行端标正。空国传心，一动实听。恶因恶结，恶言善听。触撇回报，寸阴是境。诸夫属君，屈言以敬。后动结力，中则人民。临亲立国，属兴运庆。事男事兄，如上之心。川流不息，烟顶出影。用智若书，言辞安定。独土成美，心中意灵。行业所披，一心无尽。学有定数，立志将尽。顺理甘当，体育应。乐事贵天，内绝尊卑，祥和和睦。
夫穷夫随，为受夫分，日红武仪，诸国别色属别，如诸国别属，有主比例，胸怀兄弟。兄弟啊，兄弟啊，兄弟，兄弟啊，胸怀兄弟，同其连基，道友道分，切磨，即不磨磨，切磨占贵，切磨真贵，切磨真贵，人主温切。得出分离，即意念退，即意念退，颠派回馈，情精情约，心动神疲，修真自我，重物意，坚持雅车。好着自味，多益花下，东西易行，为亡面乐了哈，为亡面乐，普为古卿，中间盘物，流冠回经。多下金秀为蔡仙灵，名下公客家中对应，属言谢谢，属言现实的言，属言谢谢，现实，属言谢谢，果实随声。情改六百，变转而生，有通讲类，做达成灵，记忆喷点，亦自群英，度各将类，擦出撇经，切个擦啊！敢若是擦咯，有擦的擦书撇经，富乐将相，路家怀卿，何风八关，杀劫天兵，各关围练，富国尽英，世落切哦。世落其父，之家回天，七公无失，历史证明，凡客疑问，择时而行，暗黑却步。为米旦宿营，米旦宿营吼。凡公空合，借欲浮萍，机会汉会，业感无听，业拢迄人的名哈，业感无听，准。挂香的挂，准挂面无多数实灵，尽错经道，调为困形，家道灭国，净土回明，而尊欲法，含地还行，去结见。和睦用君最精，宣威沙漠，地狱丹青，
猪，马挂猪，这个咩？猪，猪哦，猪哦。猪牛啊，面牛的牛啊，猪牛丹青。哦，丹青。九九有情，德棍真平。乐小东太太，贤主贤主贤咯，贤主温庭，雁门之石，家田七成，昆池结色，昆池结色，色，昆池结色，色啊色，古雅动情，空怨绵渺。严秀渺明，地本仪容，无诸假设，属在南某，属在南某，五月属值，五月属值，随属共心，随属共心，共现的共人的共呢，随属共一心，看相笑地哦，唔系讲是地啊，这字无包，看相笑地。宁可遵守，诸无兵器，属于中庸，乐偏紧贴，令因合理，暂无变色，以观加油，免其。跌落，免其跌落。地不得跌啊！心强其界，向精控结，大约形体，临歌行者，用所见机。该作随便，设机含处，行令一了，求过顺论，散路逍遥，心造累欠。要骗的，心造累欠，欠啊，切下还交，制约，套别，现金要了，现在是真后边一张啊，两张。这张啊，头都写了。写个切下还交，那最后一张呢？切下还交哈，集合得力的哈，集合得力，历史的力，完了哈，讲两个啊，读叫完了哈，完梦飘调，低白弯脆，低白弯脆。五动沙雕，定根为义，落叶飘摇。跳就读叶。落叶飘摇，这读经的声音无相像。跳规根的跳，啊读个叶了吼。
落叶，同个读作叶无哈。系哦系哦，落叶飘摇，游昆独云，游昆独云，灵魔降霄，灵魔降霄，单独万事，单独我，单独万事。有目龙相，一游幽贵，宿逆顽强，故先参幻，色口相长，包蕴，唔係咁是有啦，你無包呢，包蕴平在，依仰得空。亲切故旧，老少益良，描述的良，老少益良，描述的良呢，看厉害，益良哦。摄玉哦，摄玉翅膀，摄玉翅膀，芳一个芳呢，对。切切要切啊，切要伊芳，读做芳较好。是今为榜，完先完结，银烛辉煌，银烛辉煌，丢年雪梅，南顺上强，上上南顺上强，虫藤呢？蒙藤的成立虫，它是虫啊。南顺上虫，田歌九言，歌它是歌哦，田歌九言哦，是。言里啊，但无再标准，还有个菜啊。有言歌九言，还有个菜啊，无标准的。接杯机香，交手顿足，亦有听空的好事俗，这是正常。气象在拜，送在自己平常用读袂出来。相苦强红，唔係咁是爽啊，爽苦强红。有啦，台语的音甲国语无共哩，就间谍间干扰吼，间谍干扰，过搭欣赏，海狗啦吼，海狗它是狗哈，海狗相约。直接源流，它是凉啦，都凉的吼，迄凉，直接源凉，那个它是凉好啦，有人鸟线头鸟线，直接咯源凉如梨啊，梨落竹叶，海玉小香，竹盏积得。宝血灌毛，宝下了完，积琴软笑，点笔轮转，棍卡任调啦，毋知讲读做调哩，色分离小，并该加妙，摩西宿主，公平严巧。年细每吹，色土唔係咁是色啊，色辉荣耀，顯之算我啲嘛唔知急是我，會撇歡照，知心受學，應隨結笑，地步音量。土用龍苗，宿在劍中，
开怀占条高路官文，高路官文哈，修路的路啦，高路官文哈，牛王顶桥为你所教，现在同要。好啦，无简单吼，这千字文哦，哦，这古早吼，哦，足够写毛笔字的天下第一歌手，哦，王羲之啊，王羲之啊，这王羲之吼，写毛笔字天下第一名，第一歌手，哦啊，伊迄个啊一个一篇文章哦，这《兰亭集序》哦，哦，《兰亭集序》啦吼。哦，写了足水啊，皇帝足欢喜，足欣赏，讲希望伊个字哦，看伊个字会当做变一篇文章的啦，啊，就派一个大官去做一篇文章出来。这个大官吼，为着要做一篇文章啊，吼，头毛乌性性做甲变头毛白汤汤，哎哟，看迄压力偌大呢。哦，迄头脑足辛苦的呢，一早拢困袂好势啦，人咧老就是拢困袂好势。啊着哦，足歹困的吼，足豆面梦的吼。你讲着是肝火不足啦，肝火无足爱，足豆面梦，足爱困袂饱。哦，豆面梦歹困，失眠咧讲着足肝火不足。啊，人话食补血呢，人话有咧啉补血，哦，足贵哦吼。补血足贵。补血啊，毋过素食会当啉的较好。哎哟，各位今年大家好，为着咱大家健康哦，啊，尽煞讲一寡常识，互咱参考。哦，啊，咱大家遮用心咧读经学经吼，啊，咱有一点仔功德来回向咱的七世父母，啊，咱有一点仔功德回向咱的七世师长，啊，功德爱回向咱家己本人啊，就啊回向咱家己的冤亲债主吼，啊。咱若身体会当健康啊，心情平静，心无贪恋，意无颠倒，如日上升，吼啊，会当无烦无恼，拢会当来遮读经，啊，对啊，功德回向，吼，众生现大德，吼啊，大家欢喜，吼，安尼感恩，谢谢，哦，今日拢咧是啊，大悲咒，么是，哦，这心经，哦，我抽出来字拢金色的，哦，真用心咧读经啊，搁写经呢，哦，读经了搁写经呢，哦，写出来字拢金色的呢，哦，啊有迄真言讲哪客气的啊，上底啊空庙啊，哦，转迄大印啊，新明咧用迄大印吼，啊转转来讲咱搁绘画啦吼，绘画即摆就讲功德要回向因翁啦，吼，回向伊个子孙啊，因囝啦，孙啊啦，吼，看偌换咱用心的呢啦，哦，真好啊，哦，下课啦，感恩。